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总统选举早起抽卡啊，宋楚瑜抽到1号，韩国瑜2号，蔡英文3号。香港民阵昨举办游行，这也是近来4个月民阵为得到警方允准的游行，估计有80万人参加。高速公路局有规划要将5股烫油煤的高架道路继续建设去到头份，不过苗栗县长是讲反对。观众朋友，咱先来看总统选举早起抽卡啊，民进党这边是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出面代表，抽到3号。啊，蔡英文总统本人嘛表示，不管讲抽到倒1号，因拢会尽全力落去拼。另外讲到顶礼拜5，拿几个民意代表去到外交部，现场有立委出手，甲一个查某警察的帽仔线甲落落去这条带。蔡英文总统嘛讲，该党爱甲人会，就爱出来会才对。单张选票护台湾，新德会赢得大选，立法委员过半。2012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抽签，初9伫中选会举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抽到3号，不只是抽签，赖清德也批评国民党，因为党主席吴敦义将拿匪劫手甲保警证据定调是小意外。赖清德批评吴敦义无法度管教党员，对拿匪陈其民迟迟无会实力，无法度认同。总统蔡英文伫出席公开活动的时阵，也呼吁应该道歉，都应该爱会实力。他是不是有办法诚恳的跟国人道歉？那就要看他本人的态度。我没有另外的评论。即便呢自己政党的委员荒腔走板，乱象丛生，他仍然不以为意，替委员功过是非，会让国人看破手脚。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不当的事情了哈。那该道歉的就道歉哈。另外，大选辩论议题，蔡文比对手韩国瑜质疑，较爱偏离电视台。不过蔡文强调，无论是倒一个媒体办辩论，拢会认真准备。也有一本学者警告，爱设置中国选前暗杀台湾总统候选人。蔡文表示，在选举最后阶段会尽最大力量做好维安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民党这边，韩国瑜本人早起口仔是抽到2号，因的电影嘛讲，这就是代表2支传分战。韩国瑜甲副手张善政2个做伙赢。本地口仔抽刷，韩国瑜有讲要接受媒体访问，尾也说临时发动点，敢若甲张善政做伙唱一条家己改编的老歌尔。亲身去到现场抽口仔，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抽到2号。韩电影认为抽到2号代表射出2支传分战，现场2个人相赢，现场也有支持者欢喜甲口号发出来，煞在现场起哄动点。2支穿一箭，台湾安全，人民有权。这里是行政机关，是不是可以基于行政中立、选务中立，停止造势活动？虽然起哄动点，却无影响到韩国瑜的好心情。本地要接受媒体联访，说一出张选会，说来临时取消。连到伫镜头前，甲伊副手张善政做伙唱歌。我们俩牵着手呀，选总统呀，选总统。的呀的台湾安全，的呀的人民有钱。无要讲敏感的时事议题，使用唱歌来表达爱共心拼大选。韩国瑜搁在现场分析国内度，面对媒体想要问的问题，却无愿意回答，直接离开。距离大选敢若剩1个月时间，国民党的现场配对来拼胜选，也发挥家宝带家囝的功能，带领他赢抢攻国会席次。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中华民国万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代表亲民党去抽口仔的是党的秘书长李鸿钧，抽到1号，伊嘛大声话讲人民排第一。啊，搁有台湾民众党这边的党主席，就是台北市长郭文哲，去互绿党的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公开讲，伊就是去年介绍家己的骹手，去甲韩国瑜伫咧网络顶假出方式，迄个幕后的某人。郭文哲嘛对嘴应讲，但这就是卖生牵拖厝边。亲民党秘书长李鸿钧代表宋楚瑜抽到签王1号，甲大家比一个赞，表现出坚强拍拼的精神。访问的时阵，佮大声话讲，要甲人民排第一。本来我们觉得是什么号码，其实都是一个吉祥的号，可是我们这次抽了1号，
其实意义更特别的非常的大。最主要是我们长期以来，我们都被蓝绿绑架，所以这一次的1号的象征的意义，就是推倒蓝绿的高墙，把人民摆在第一。 2000年宋楚瑜参选的时阵，嘛是抽到1号。李鸿鈞强调讲，当年伊是差一马地当当选，即马经过要20冬，搁一届来抽到1号，互台湾有一个新的希望。这届抽签的作业是李鸿鈞带领亲民党不分区立委候提名人高汉、陈世华、刘友东等一个等人来出席。想要争取政党票的意思是正当，若是台湾民众党是一直来互立党表消息。桃园市议员王浩宇伫人面册讲，韩国瑜落难要选高雄市长，短时间以来创造出来的寒流是关务体所造成的。对这个代志，关务体回应讲，唔通袂使牵拖厝边。保伟是牵拖隔壁，这个寒流是你们民进党执政不利的，刚好又什么823水灾啦，又什么普悠嘛，一连串加起来。 才造成寒流，而且现在说寒流出现，现在还怪我，那时候是我的网军，天哪！我要是有网军，我现在每天挨打。政治上，其实何必去当小绿呢？你想小绿，结局就是常常变成人家的尾巴党嘛。 那像伫艺讲立党的政治立场，关务体继续借口倒写。针对网络作家刘志俊伫人面册表消息讲，关务体捌主张2018的大选，和姚文智选到底，关务体是好人，讲除非有录影影像，若无奈经过2冬，一个人讲一种话，佮问讲是安怎找一个完全无关系的人来讲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高雄市议会顶礼拜咧审查预算的时，决定要将新闻局下底有一条每年要用来收集新闻、分析议论的开销暂时按下。毋过，当时有议员去发觉讲，新闻局竟然已经办理公开招标啊！无敢是要利用公款去甲韩国瑜斗收集总统选举的新闻，才会遮赶紧。总是市府这边是讲大声招标，这是行袂赴，阁是按旧例落去办的。 展开高雄市新闻局每年度的预算，也搞这3条就是引发质疑的标案。因为这3条预算，这个月4号伫议会审议的时阵，已经决定要搁置，为何市府阁会当公开来招标？紧急的把这些标案给发包出去，是不是代表说他这边这些钱是有紧急的用途？那就会去联想到这些钱到底是不是花在市政的舆情收集跟分析，还是用在首长？ 市长个人的舆情分析，甚至是大选的舆情分析。 3条预算是用来收集到网络新闻、电视新闻等等的消息，但预算也未通过，煞着急要招标，时机真敏感。嘛，互议员认为讲真歹，无互人质疑，是为着要替请假的韩国瑜市长拼总统选举来做，要求着前新闻局长王浅秋爱讲个清楚。不过市府这时是由新任的局长丁乐群来回应，讲这是征调的惯例，主要是因为招标的预算超过100万。那这3个案子基本上都是100万以上的标案，所以它需要14天。 的公告，那按照整个作业流程，它就是落在11月底，必须要开始作业了。另外一点就是说，全国的各县市政府都是依据这个原则一体适用。市府回应，提早招标伫咧前年市府嘛办过，毋是针对着特定的人选。李公过的时阵嘛有甲厂商讲，若是这条预算无过，专案就取消，袂增加其他的费用。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 咱原来讲，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已经有规划要将国道1号，就是中山高速公路5股趟杨梅这则高架道路，用750亿的经费继续建设去到苗栗的头份。拍算目前塞车的问题是会消透袂少。毋过苗栗县的徐耀昌县长昨是讲，若要通，就要规气通去到东螺科学园区。若无，毋是将塞车的问题换下来，互阮头份遮尔。 苗栗县长徐耀昌在白地立委候选人造势公开表示，对5杨高架道路做甲苗栗头份反对大地。我说，我身为一个头份人，我坚决的反对5杨段，从现在的杨梅一直延伸到头份，到造桥一个交流道，再下去到铜锣科学园区接起来一个完整性，这才叫做前瞻啊！ 苗栗县长徐耀昌指出，这是甲新竹塞车问题提互苗栗地区头份交流道的交通拍隔。对此，新竹市交通处长表示，欢喜看到5杨高架做甲头份。新竹县长杨文科是讲，无论是做甲头份，也是东路，拢希望交通部会当评估斟酌。延伸到头份或者是铜锣园区，
那我们建议交通部要用专业的角度来切入，来评估、审慎决定。五杨高架有进一步的一个消息，对于延伸的一个定案，我们乐观其成，对于整个解决大新竹的一个交通是非常有帮助的。交通专家建议，五杨高架道未做，甲到未当，干係想要解決交通拍甲塞車。所以呢，我们就要去分析，我们这样子的问题，透过五杨高架延伸，可不可以改善新竹地区的交通？那你延伸过去的话呢，要改善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会不会衍生新的问题？相关的成本、效益去做评估。按高工局嘅初步规划，五楊高架道若做甲頭份，就要做39公里，經費大約750億，工期差不多是6年。目前可行性評估，頭種是順國道1號兩邊嘅高架起，第二是看湖口這隻敢會當改彎掠直，也會當解決新竹縣市嘅交通問題，也是對小偷車流攏有幫助。記者綜合報道。交通問題確實真要緊，不過過來這條判決敢有理，咱來聽看賣。進前屏東一個男性暗時騎鐵馬，去互卡車後一個食酒騎奧多巴的某人弄落去，尾手對方弄一個詳細過頭檔，煞來不幸。不過頭前騎鐵馬，互人弄到這個男性，煞互法院判決7月日，原因就是伊所騎迄隻鐵馬無鬥的反光的牌啊，嘛互法院當作引起事故其中一部分的原因，講伊嘛得要負擔一寡責任。民眾騎腳踏車出門，車頂煞無任何會反光的配件，有這種情形的人要注意咯。屏東一名查甫暗時騎腳踏車出門，互人啉酒騎機車攏受傷，但因為騎機車的人傷愈嚴重，第5天以後死亡，查甫被判刑7個月定案。被告騎自行車沒有保持燈光跟反光設備的良好，這是本案造成車禍的一個次要的原因。那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被害人他是酒駕。高院強調，腳踏車無反光配件是造成車禍的第2個原因。當事人嘛無甲死者家屬達成賠償協議，所以維持1審的判決。腳踏車行嘛講法規規定，腳踏車愛有頭前後邊的反光配件甲鈴啊。目前大多數的廠牌攏是原廠配備，但老車甲少數的牌子，民眾愛家己裝。原廠出來都有配備那些東西的，就是前反光片跟後反光片，可是那是屬於被動式的反光片。那我們還會建議說加裝那個會發亮的，就是主動式的那個前後燈，這樣會更安全。業者表示，若是無反光配件，加裝前後燈一個同價只要100幾塊，呼籲民眾會使選一件出來的腳踏車，除了符合法規，同重要嘛是保護家己安全。記者王介川民族群用報道。有人開車，有人騎鐵馬，嘛有人攏會坐捷運佇咧通勤。本地台北捷運烏卡片坐車，攏有拍8折的優待。不過捷運公司當時計劃講，這條辦法會取消，免換說講坐愈多，才會優待愈多。早起台北捷運公司這邊和台北市的交通局陳學台局長做伙去拜訪新北市的交通局江明時局長，結果因為捷運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攏無出面，嘛引起江明時局長講着話，煞有淡薄頓鬥呢。台北市交通局長陳學台加新北交通局長江明時兩人互相握手，針對台北捷運準備要取消電子票證8折的優惠，改對中性回饋方案，引起大家的討論。8折加台北市交通局佇咧催交拜會新北市交通局溝通對談，也毋過8折的董事長總經理卻因為有代志無來，改由其他人代表，並且講佇1個月前就請假。和江明時真不滿。如果要在記者面前這樣講的話，那我就把事情都談出來。對啊，因為這樣會不會有點誠意不太夠？因為這個2個。不會啦，所以只要有人來，我們就很開心的啦。我們有評估過，大概至少維持現況或者比現況更好的，大概有50%，比現在8折維持8折，或者是比8折更好，至少有超過50%。台北捷運初步估計。新方案至少有50%的民眾會當維持現做時的狀況，或者是比怎麼更較好。不過，詳細方案也該經過董事會同意才當實施。雙方在咧結束閉門會議了，江明時出面回應媒體，也提出相關的質疑，包括台北捷運每年負擔8折優惠的金額究竟有偌濟？新方案有講客運收入會當增加3億，這是安怎算出來？公司貼補在這個8折，這個電子票證8折，這個1年30到40億的這個錢可以節省多少啊？這些都是我們想要了解的。
证明时惊讲新方案可能会连带影响一要通车的环状线，可能会降低民众坐车意愿。伊理解台北这份长年亏损，不过不就是肩负着社会责任，有必要爱照顾弱势。因此，社方伫咧维持敬老卡、爱心卡加儿童卡等弱势者的优惠要有共识。中心回馈方案预计伫咧明年2月7日实施。新北市是希望台北这份量化数据分析，也个完整的沟通，那么就应该暂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交通，若要出国，就爱坐飞机。不过中国非洲地这的情形，到今是还阁无啥较市。尤其目前嘛是有旅客会按遐有疫情的国家走马路的，若无就是用骑要入关。行政院农委会陈吉仲主委就讲，旧历过年南面就要到地，当时若爱斟酌按中国早入境的肉品，还阁有东南亚一寡国家迄边赶转来，嘛着爱大大注意。中华邮政的卡车为桃园国际机场，甲民众为海外寄来台湾的包裹送到台北邮件处理中心，所送大甲包裹运送到7楼先由检疫犬开始检查，是毋是有违规的肉制品，接下来佮送往电工机进行100%检查。根据统计，逢年过节，民众为海外寄包裹等来台湾数量大大增加，平常时一个月18件违规，今年9月中秋假期就有149件。那这里大家就可以印证到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年节送礼对于防疫所形成的这个冲击。国内为去年到搭，伫边境采样非法带入来的猪肉制品2730件，总共有203件验出非洲猪只阳性反应，其中中国验出阳性的比例是14%，越南更高41%。农委会指出，明年旧历年过年检疫工作更加加重。今年的过年，我们所遇到的是所有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这边，总共有10个国家。今年的过年所遇到的挑战会比去年还更多。虽然邮局包裹检验严格，不过嘛出现有民众买中共大陆的捕鼠器，正常的肉肠送来台湾无互检查出来。对此，农委会表示，除了要求电商平台要加强管控，嘛呼吁民众若收到这种物件，一定要寄予防疫单位，袂当黑白单调。记者林俊文、曾志成 SNG 小组台北报道。咱搁来看健康问题的新闻。中政府进前有话讲，公元2025年，就是6冬后，就要消灭4级型的肝炎。不过经过彰化县卫生局咧抓，县内40岁过的民众，搁有一半较加，拢无过验过敢有这种肝炎。而且卫生局就趁这阵开始咧做第2阶段公费流行性感冒预防针。嘛顺续办理65岁过的县民免费检查4级型的肝炎这个工课。阿嬷甲手颔闭起来，予医护人员注流感疫苗。全国第2阶段公费流感疫苗对7月开始，伫彰化县佮加送一项，只要是65岁以上民众来注流感疫苗，就当免费体检4型肝炎。真侪民众拢感觉真方便，唔免佮加走病医一抓。足方便的啊！嘿啊，我较早嘛拢有规个拢去检查全身啥物的，即摆有这个遮方便，我就第一个甲报名。安尼较袂讲迄人做，迄人不做，毋知影。听到发现有诶时阵就摸啊。根据彰化县卫生局的统计，目前全县40岁以上民众，也有55%也未进行4型肝炎的体检。真正偏向的时代，因为卫教资讯的不足，或者是对4型肝炎的危险性无够看重，搁再加上爱家己开250块，真侪民众拢无愿意到病院检查，而且这回有民间的爱心捐款，配合做流感疫苗做回免费体检，也提高民众意愿。利用打流感的时候，因为流感的时候将近有50%以上的老人都会来接种疫苗。所以我们搭配流感的时候来做吸肝的筛检。那下个月开始，我们到社区设站的时候，也会挑这些偏远地区适合的站一起来做吸肝筛检的服务。彰化县卫生局表示，2019年全国4型肝炎治疗医生是65亿，不过伫7月已经全部开了，明年阁偏到85亿的医生。彰化县加强偏向的4型肝炎体检甲治疗，第1阶段按算在2021年底完成，要完成25万名民众的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到肝，人讲这叫做A 高啊器官，讲到肝就想到烧酒。永早
咱前讲硕士新闻内底原来有真侪诗句、真侪字句，咧讲食酒人杯中的人生。国政讲两句，我来甲所有咱遮的观众朋友互相来探讨一下。头一句，即摆人足侪讲日头袂落山，伊毋啉酒啦。硕士新闻嘛讲，莫饮卯时酒，纷纷醉倒友。即句也真趣味，因为讲到卯时，咱就知影讲天光卯，天光日头拄出来迄个时。有人就开始咧睡安尼，啊，即款人吼，都安尼天光食酒的人，一定是忙忙渺渺过一天，毋则讲纷纷醉倒友。啊，毋过总是无论天光天暗，日头落山，月亮出来，食酒即款代志吼，也是爱减较好啦。虽然讲减罔减，毋过硕士新闻内底嘛讲甲真明呢，讲吼有一款人安怎样呢？舞前风断酒。啉老输看镜，即句就是讲，你讲叫伊酒爱改啦，食酒改毋好啦，减啉寡较好啦。毋过吼，伊就爱一直啉到落，落地啊拢无半线啊，心动不饱。即当阵才有法度讲好啦，啊酒咱来断啦。啊尤其吼有一款人，虽然讲甲讲，逐工都真无用，叫伊讲清心，读2本仔册咧，伊理由了了，就爱食较老。食到已经吼足济岁啊，伊才想要重新搁来读经书。过来，咱搁来讲第三句，即句啊真普遍，讲做药令医家病，酒不该珍愁。药令医家病，酒不该珍愁，正正嘛是咧囥遮食酒人，因为有一款人伊食酒，伊是食迄个有理由的哦。伊讲吼，啊，着心头郁卒啊，啉2杯啊吼，我呢心头艰苦着透啊啦。啊嘛有一款人吼，你叫伊拍拼伊毋哦，你叫伊讲吼较认真做咧吼，明仔吼头家甲你升复你哦，伊安尼甲你应呢。伊讲吼，那升复你要创啥？我得即罐来甲水咯，我忙就变总经理啊啦，那就甲升复你。啊，事实药令医家病，酒不该珍愁，这拢是硕士新闻内底咧讲，一寡劝人毋通食酒的道理。讲来到遮，国政过来甲你讲后一条新闻。我来讲，咱一般若讲到肝，想到烧酒；讲到烧酒嘛，想到肝咧。咱若讲到牵喝，就是淋巴腺的问题。啊，淋巴的癌症，病人本身若带着米质型的肝炎的病母者，伫咧化疗的时，有可能癌细胞压落去，米型肝炎的病毒煞会阁活起来。加在国家卫生研究院上届新的研究发现讲，化疗哪做？肝炎抗病毒的药啊，就爱顺顺啊食，安尼就通降低肝炎搁再热的比例。一年当嘛通好替国家省到1200万医疗的开销哦。咱来看卖。淋巴癌是较恶发现的癌症，初期症头甲感冒是真相共，平均逐年有3500个人得到淋巴癌，是台湾男10大死因排名的第9名。目前常常伫用的治疗药物是莫须流，啊，毋过若是患者嘛是鼻肝的带源者，或者是捌感染过鼻肝，治疗的过程当中，癌细胞随亡去互压制，啊，毋过煞嘛有可能引起鼻肝病毒去活化，造成肝脏病变或者是死亡。还没有这个莫须流这个药物的时候，光是用化学治疗。慢性 B 型肝炎带源者，他 B 型肝炎复发的机会就超过1半。所以加上这个莫须流之后，我们知道一定超过1半。国家卫生研究院甲台大病医合作上新的研究发现，若是普通型的治疗，也就是淋巴癌患者化疗了后，定期追踪鼻肝的病毒量，等待压起来了后，再去互因鼻肝抗病毒的药物。每一个人逐年的医疗费超是49万。啊，毋过若是预防性的治疗，也就是化疗的期间，就做伙互因抗病毒的药物。化疗了后，继续搁食6个月至12个月，医疗费超是48万。两个比起来，每一个患者医疗支出会当省9480块。若是用当年1000外的患者来算，每一年会当省1200万的医疗支出。它的复发的几率几乎已经降到就是2%、3% 了。相对于就是说，如果都没有执行任何策略的话，它可能会有55% 的机会。研究团队强调，讲鼻肝的流行率是真悬，差不多60%的成年人拢捌感染过。若是讲会当采取预防措施，就会当互淋巴癌的患者袂阁压起来。啊，若是这项新的研究结果已经去互刊伫咧台湾的医学期刊。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来讲，美丽岛事件发生到当40档大大，民进党昨伫咧圆山饭店举办纪念的活动。倒阳台主席致辞的时，伊嘛讲代表民进党向美丽岛事件受苦难
每一个人，来表示上界大的敬意。另外，总统府的当局秘书长嘛感谢当时有遐辩护律师敢徛出来替因遮落狱的人主张，伊嘛伫咧现场讲出对民进党的未来发展的期待。纪念美丽岛事件40周年的活动，伫咧优美的琴声中开始。民进党初九伫咧圆山饭店举办纪念活动，邀请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总统府资政姚嘉文、前台北县长尤清等等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出席。民进党主席郭荣泰致辞的时阵，先代表民进党向美丽岛事件受难者鞠躬，表达上大的敬意。真侪前辈伫这个大压中失去自由，甚至付出了性命的代价，证明台湾的人是袂去互这款的威权打倒，反倒转来会一再二再勇敢徛出来反抗。美丽岛事件的受难者之一，总统府资政姚嘉文也讲出迄段抵抗威权政治、追求民主的过去。那是因为我们有长期的努力、长期的主张，而且正确的方向，才有今天。所以，请大家记住，美岛运动不只是高雄事件，我们继续努力。谢谢各位。现场也播送黄信介20周年影片，甲美丽岛40周年纪录片。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除了感谢迄当时有辩护律师愿意徛出来替受难者辩护，也讲出对民进党未来的愿望。我希望明年美丽岛事件41周年，咱主席会当甲真济有较准备充足的时间，甲真济人会当共同来去思考，讲40年前咱同齐安怎合和团结，大家人为台湾伫打拼。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今仔日也讲，咱正做民主运动的后辈，应该爱感谢迄当时任何一个替民主打拼的人，也爱珍惜这阵真无简单所得到的民主。记者洪敏晶、张玉水台北报道。40年经过，即卖的人若受到委屈，有影较敢徛出来争取。来讲2当前，幸福高尔夫球场有一阵负责咧共排球车、扣球者的球童发动罢工，要争取球场承认讲，甲因中间是请工，毋是贸易的关系。结果因内底有14个人，到今拢还搁咧互球场挑战，甚至讲球场是连裁判因遮球童爱倒转去上班的主管机关，嘛去法院告参落去。早起遮球童就出面去到球场的总公司抗议。幸福高尔夫球场内底排球车的人，也就是华基港的干地，甲真济成员工会，再去前往台北市松江路的总公司交予企业抗议资方蓝衫提告。幸福球场伫咧新北市南口，干地伫咧2017年发起罢工，争取雇佣关系。就算讲新北市劳工局甲劳动部认定球场加承揽真雇佣，因为罢工去互停办的14个员工应该赶紧复职，毋过球场不服，转来去提告。诉讼就是一桩接一桩，那很多姐妹受不了，她们可能会去工作，或者是就应该是说后来就变成我们还是偶尔要去打零工啊。他完全不认新北市劳工局认定干定是雇佣关系这件事情。令人愤怒的是，法院的所有判决，资方都不看在眼里，持续的上诉，这是现在工会面临最糟糕的状况。提出高一摊的刑事团票，就算讲2当前干地发起的是合法罢工，输尾也是去互球场控告妨害名誉、加重诽谤。地检署是采取不起诉的处分，球场阁分别对劳工部提出行政诉讼，还阁对干地提出民事诉讼，还阁确定双方的雇佣关系。部分的案件目前也阁伫咧审理当中。都是在司法审判当中，我们相信台湾的司法独立，一切都是依法行事。因为现在的劳动部来讲，基本上来讲都是偏劳工的。如果是我们劳工局裁罚的，因为我们自己是当事人呐，所以我们比较不方便表示意见。如果是针对那个雇佣关系的部分，呼吁公司就是尊重裁决或者认定，尽速让劳工回去上班啦。工会指出，对幸福球场的案例来看，劳基法等等的行政处罚手段，对资方来讲根本就是无无紧，会当看出劳资双方的实力是差真济。企业家会当透过大量的资源，对劳方蓝衫提起诉讼，呼吁球场停止诉讼，嘛期待法院会当做出公正的裁决。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照顾劳工，政府就要尽量行头前。来看财政部下底，包含台湾银行、合作金库、分州公司这计共10间公家持有股份的机关，早起和劳工这边面签到团体协约，内容强调讲会保障员工种种的权利，甚至有的机关阁会开办员工分股票的信托制度，打算有7万几个公股的员工会去得到这份团体协约的照顾。彩大日久来了，顶头大半10间公股的团体协约，财政部之下9间公股银行，包括合作金库、台群土地银行加台湾分州公司等10间公股机构正式签劳动团体协约，保障员工的职场权益。预计会有7万2000名公股银行适用。公股民营化的这个行库啊，也都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持股信托的部分。那么这个持股信托就是员工在平常领取薪水的时候，那提拨一部分呢，那么资金信托来购买这个公司的股票，那么公司也会相对的提拨一部分资金共同来购买这个股票。这边公股签团协。上大的重点是伫咧禁搭便车条款，限定工会员工才享有相关权利。另外，还有部分的公股银行办员工持股信托制度，会当作为加薪配套、退休提拨，互员工会当分享公司的福利。针对伫最近传出的国军海外连带案的案件，是毋是会产生连环报？郭立强讲，金管会也伫咧了解中。强调银行在做好风险管理。看这个部分的连带案并不发生，会当然发生债务违约的状况。香港他去收购那个加拿大的油田，发生了燃气价格下跌。如果他有母公司的一个保证嘛，那另外油田的一个价值还是存在的。就伫今年的国营金融的协议，郭立强有信心话出讲，有机会到6000亿，再创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一个台北海洋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学生，经过伊的师大人陪伴，出面表讲，因这系姓区的系主任，去年借伊的名去参加一项国际比赛，结果一个调头奖煞甲学生要讨学校发出来15000块的奖学金。不过学校这边面是有出面讲，其实这个学生嘛是有交作品要去比赛，无影讲是互人占名。不过学校嘛表示会继续检讨双方面中间沟通的过程有啥物重大。说要申请奖学金，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比赛，我也没有看过那个比赛的作品。唔知家己倒一款作品被送去参加倒一项比赛，佮得到什么奖，结果学校系主任对学生申请奖学金，叫我给他15000，他就当面在办公室点了钱，就直接塞了2000块给我。事情曝光之后，他还请学校的同学用言语上来霸凌我们家的小朋友。家长表示，学生名字被冒用了后，还佫被同学霸凌，心情真无奈。安尼代志发生伫台北海洋科大表技系，但同学指出，系主任冒用伊的名参加去年11月国际美业精英赛，结果得到第1名。当月下旬，主任提案申请改善师资奖励金，还佫直接爱学生申请15000块的奖学金。今年3月，主任传信爱要求交回，佮将其中2000块交予学生。学生感觉所有代志拢真可疑，所以向教育部检举，说只是发公文要求学校说明。事先参加比赛之前，都有征询过学生的同意，系上帮忙代缴这个报名费以及这个材料费。奖学金的时候这个钱呢缴回系上的，当然报名费、材料费，那事先有沟通好，并没有申请学校的改善师资奖补助款。学校澄清，伫比赛进前有征询学生同意，而且这比赛项目是交作品。问其他学生拢表示，但同学有交作品。另外，系主任也伫得奖名单当中，是以普属生身份参赛，而且主任也无申请教育部的改善师资奖励补助。后续学校会进行检讨，佮甲学生沟通。如果有没有办法厘清的地方，教育部会进一步的来请学校到部说明，或是主调查小组来查明。教育部指出，会要求学校对学生的各项事宜一一来说明讲清楚。教育部也会详细调查，确实指控若是事实，除了行政责任以外，牵涉刑事部分也依上检调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先来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昨举办国际人权日的游行，要求香港政府着紧回答反送中运动的5项诉求。这也是自从7月21到今，民阵唯一一摆去得到警方允准，会使举办的游行。那照因的估计，计共是有80万人行上街路。昨的游行虽然原仔加减有冲突，毋过加载规站是有和平收煞。时代革命的口号光复香港再度伫咧街头响起，民众将手机电话拍倒，和做杯暗的香港出现手机定海。最接是国际人权日，香港民阵提早伫翠杯发动国际人权日游行，招民众上街头守护香港，叫港府爱正视5大诉求，也是街头4个外嘅民阵第一面得到警方同意的游行。虽然昨的游行合法，也过有真侪警力戒备，也过派水炮车甲装甲车，引起有一寡示威者不满，也雨伞甲警方对抗。昨下6点外，高顶发现一个入口导火，导火所在一个铁门被小家拢乌去。7点外时阵，重新发现入口夹导火，消防员赶紧拍火，无人员伤亡。到暗时8点外，游行的终点中环护军正在紧张，民阵伫咧现场调停。叫警方卖拨人市民，并且伫9点外宣布游行结束，民众也散开。We estimate 800,000 citizens joining our rally, and the political message is clear. People are resilient and people are persistent to the 5 demands. And Carrie Lam needs to take thi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should set up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as soon as possible. 民阵讲80万人上街头，显示民众对5大诉求的坚持，也告责港府以无调查权的独立检讨委员会来锁过。港警估计游行上侪时阵有18万人。港府昨暗9点半发声明，讲群众上街头代表香港人权受到基本法的保障，肯定游行的过程和平，不过也谴责部分暴力甲违法行为，对5大诉求是依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北韩这个官方所办的媒体，昨公布讲，目前因国家已经伫咧西海卫星的发射基地开始咧进行一件相当重大的工作。美国总统川普嘛即时出面表示讲，真正北韩有因要放弃核子武器，他就照拼照行。尤其金正恩你身为北韩的头人，若又想要和美国对敌者，有影是失去一切都会哦。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7日公布，北韩政府已经伫咧西海卫星发射基地进行一项真重大测试，佮强调讲，即届测试会伫将来佮一届来改变北韩的战略地位。因为即届发射基地是美国官员捌公布的，北韩答应讲已经要关起来火箭试验场。外国媒体认为，这是北韩对美国进前提出限期的年底进程，要求美国让步撤回制裁的警告行动。I'd be surprised if North Korea acted hostilely.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I think we both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He knows I have an election coming up. I don't think he wants to interfere with that, but we'll have to see. 针对北韩的行动，川普就会嘛伫推特面顶回应讲，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真巧，伊若是要恢复对美国的敌意，就会失去一切，而且暗示讲金正恩袂安尼做。毋过北韩驻联合国大使金青真正嘛发表声明，表示讲袂佮甲美国谈判无核化议题，无需要佮甲美国来进行长时间的谈判。毋过美国政府也是表示，赶快是希望讲会当用外交的方式和平来回谈这件代志。If they resume nuclear testing, long-range missile testing, what will the U.S. do? I'm not going to comment on hypotheticals. I will tell you this much. My job is to ensure that we are ready, prepared to fight and win tonight if necessary. I believe we're in a high state of readiness right now. But my second task is to enable our diplomats. And so those are the things we do. 虽讲曾经会已经会面真侪届，川普嘛一直强调讲，北韩必须要实现无核化。毋过分析家认为，对川普最近的发言，会当看作金正恩一直来及川普的底线，嘛互川普一直宣告，若准讲有需要，必要时阵会动用武力来应对北韩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印度新德里发生严重火烧的问题，就是有一站做卡棒的工厂因为电线引起火烧。目前所知已经有43个人死亡，警方调查嘛发觉讲，这间工厂是无消防的许可，尤其工厂的巷仔路阁细条，拍火车敢会当远远储水，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死伤。罹难者家属人死了后，真悲痛，行出太平间，还有人打电话甲其他厝内底人讲这不幸的消息。
使用者差不多拢是这间专门做皮包的工厂内底工人，大概薪水150印度卢比，相当新台票64块。为了上班方便，就困在厂房3楼。车牌透早5点半左右，火警发生的时阵，为加楼层烧向楼顶。现场人表示，工人未负逃生，靠咧喊救命。और ज़्यादा जो कैजुअलिटीज़ हुई हैं ना वो सिर्फ दम घुटने की वजह से हुई है क्योंकि जगह छोटी थी और लोग बहुत ज़्यादा उसके अंदर रहा करते थे तो उनको निकलने का टाइम नहीं मिल पाया कुछ लोग सोते हुए रह गए दम घुटने की वजह से कैजुअलिटीज़ हुई हैं。当时出动25台消防车，不过因为巷仔伤过夜，加上电线电做火，消防车开不出去，只好为100公尺外来喷水拍火。सोच सकते हो भयानक बिजली के तार सारे नंगे पड़े ठीक होते ही नहीं ठीक करते ही नहीं बिजली वाले。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这间工厂非法营运，无消防设施，也无消防安全许可。火灾了后，工厂头家已经被抓。在印度常常有火灾，大部分是因为建商甲居民无遵守建筑法规甲安全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讲政府咧推动点原住民的部落建设无线网络的系统，到今已经4档啊。台东县目前已经有129个部落拢有免费的无线网络会使用，尤其唔免注册，就会当直接连起咧网络，这嘛，互部落内底老大人和学生囡仔加正利便，真正通好缩小城市和乡村中间知识咧吸收的政策。台东县129个部落免费宽频上网，9号正式开通。透过稳定的网络视讯连线，加伫咧长滨乡等万部落文化健康站的老大人远距交流。县民会甲台东县政府4年前合作，伫部落文件站建立无线宽频网络，甲其他政府建构免费网络无共的是，上网唔免搁再注册，只要摕手机甲网络拍开，接到 iTrip 的网络服务，点同意订立就当自动上网。我们要的是文件站的资讯，希望年纪大的要干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让一些长者说啊，他的孩子都可以看得到他们。部落无线宽频网络建立伫咧自会所或者是文化健康站，也个大学老师来教，伫半径100公尺内拢会当收到信号，和偏远出来无网络的囡仔也当伫厝内学习。很快就找到自己要的资料。因为第一个是它不用付费，然后第二个是假设这种 iTrip 涵盖到他们家里的时候，他们也会借着这个 iTrip 直接在家里直接做手机。即马部落的老大人差不多大家拢有手机啊，不过无一定大家都有在调纳上网的费用。即马透过网络无线宽频网络的建立，更加方便老大人上网挂号看病，并且甲外地子孙实时连线，预计明年涵盖率会到90%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冬天又搁到，连咪上元又搁要赢花灯啊！咱来看，已经摕到3年花灯冠军，台中家乐做花灯才的同学，因毋捌受过专业的训练，毋过是真才情，做出创新又搁变巧的花灯。今年因到目前已经完成3座大型的花灯，咱做伙来欣赏。当年的台湾灯会，拢会请国内外900万人来参观，这挂花灯拢是无共人的作品。上接看到的是学生囡仔的创意作品，不过有一个特别的团队，已经连续摕到3年机关组的冠军。因是台中家乐的灯王团队，团队内底成员无受过专业的训练，拢是靠家己一点一点摸出来的。因为未读这家王的，已经加入灯王团队2年，逐工用手咧拗按灯线。焊接花灯的骨架，规双手是伤痕累累。每天都会因为铁丝割伤手啊，或者是被电焊烫到，每天都会有烫伤或是割伤、受伤的情况。要做出一座大型的花灯，上少要3个月。对画设计图开始，拍板啊、牵电火到上尾啊喷漆，甲花灯装好水水，拢总是手工做的。成员之间互相研究，愈做愈熟悉，慢慢啊找出方法。用经验创造出一年比一年更较好的作品。摆当较无经费，有当内衫摕来网帘，上起头是安尼，摕来网帘安尼，来安尼学阮主管找资讯安尼，来讲讲，阮就来摸索安尼。过去的那种经验，慢慢累积出来之后，灯网的那个作品都觉得。会在细节方面会再更加的要求。对4年前成立到大，台中家乐的灯王团队对啥物拢无，到即马已经成功3连霸。毋但已经掌握到做花灯的美感，
作品愈做愈有路。台中感觉预计今年要推出3座大型花灯，敢会有更较创新的出头，真值得期待。记者综合报道。有人爱看花灯，有人爱欣赏鸟食的美景。咱来看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因为遮的边仔有茶库浸水，毋则会真侪渡鸟拢会飞来遮过冬，休到明年2月。园区的主管机关嘛提醒民众讲，咱欣赏鸟的时阵，骹手着爱放较轻的，爱细腻，毋通去甲因拍青惊着。又搁到渡鸟来台湾过冬的季节咯。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边仔有浸茶，毋若是重要的林业历史遗迹，嘛是坐鸟仔的天堂。来遮做客的鸟仔，毋若有暗光鸟、水嘉玲、甲白灵犀，徛伫边仔四边的步道，无定可以当看到海茄啊、甲落卡。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园区每年呢会有哪些冬候鸟来访。我们罗东自然教育中心呢，也在12月21号开办了池畔赏鸟趣的课程。那可以教大家怎么用望远镜来观察这些鸟类。为着要让民众更较熟悉渡鸟的种类，罗东自然教育中心拍算伫12月2日办看渡鸟的课程，教大家爱安怎用吊镜观察鸟仔，佮安排趣味的倒仔耍，让民众若佚佗、若了解鸟仔的特征甲习性，开始观察鸟仔的第一步。也希望大家来园区欣赏这些鸟类的同时呢，不要做出声音去干扰它们，也不要任意的喂食它们，尽量就是让它们以他们原来的方式在这里度过冬天。遮个渡鸟伫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过冬，按算会休到明年2月。罗东自然教育中心提醒民众看鸟仔时，着爱会记哩，唔通甲鸟仔接触，唔通摕物件互鸟仔食，莫甲鸟仔迄惊。讲话嘛爱轻声细细，万万唔通甲渡鸟交叉着。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真侪所在上界迷人，就是一年四季风景拢无共。咱来看日月潭，近来有大樟树啊开始咧泛红。咱若行伫咧步道顶头散步，骑脚踏车，就通欣赏这款美丽情景。做伙来看卖。已经入冬啊，天气愈来愈凉冷。对气温的变化，南投日月潭的落雨松，有的还阁黄艳艳，有的已经开始转红。亭亭塔塔的风景实在真水，但是甲别位无共的是，这阁有一条宽潭步道，真侪人来这骑脚踏车也是散步。那运动，那享受沿途的风景。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落叶那之类的了，有的那个叶子变黄黄啊。来这感觉风景水啦吼。水。一般是要运动啊。一般是赏风景啊。观光客来日月潭旅游，大个所在有真侪选择。即马伫潭的边仔，阁有无共款的选项。露营是最近家庭旅游真受欢迎的方式，会当伫大自然内底放慢生活的脚步。欣赏落雨上的水，这里是可以露营啊。那个价格的话，像大饭店的话，都是假日都要破万。那我们这里的话，1/10的价格就可以让你体验露营的感觉。落雨上伫日月潭的烟花，正做一幅有真侪色水的图。趁即马天气也袂伤寒，会当全家大细做伙来行行看看咧。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婚林土库顺天宫对面这一间柑仔店，头家虽然已经86岁，不过同款店照开，工课照常做。老头家讲，虽然参观的比较高官的有较侪，不过伊嘛真欢喜，欢迎大家时常来做伙。即马要找古早味的柑仔店，无遐尼简单。伫婚林土库顺天宫对面，就有一间风传行，以市古早味，壁顶还阁挂3张许可证甲登记证，就是这间老柑仔店的历史见证。没关系啊，习惯来遮就对啦，买过来简单啊。阿伯，你常来遮买遐？对啊。是毋是要习惯啊？习惯对。人蛮亲切的啦，哎呀，高义呀。店很有古早味啦。哎呀。做古早的感觉，因为现在拢都在改变了啊。店头家是86岁的赵英章，来高官的大部分嘛拢是老主顾。现此时来参观的比来高官的也阁较侪，因为这间店内底的四界拢是古早味，虽讲无超商遐尼现代，也毋过爱啥有啥，拼袂过超商环境。老头家顺其自然，甲开店当做交朋友，伊讲要做甲做无法的才讲。加减有人来买吼，小生活也有大人开啊。算古早时代来啦，你
有无嘛是咱守咱家己祖先的事业，安尼继续甲经营啦。啊，经营啊，无法度人经营啊，收起。人客买红豆啊，爱偌济买偌济，用称斤的。这个古早的米酒甕啊，即马是摕来底糖。希望去做的柜仔甲厝顶，互柑仔店维持过去的面貌。不管生意好也歹，老头家就是有老头家坚持。整齐门面，济济商品，风川行内底古早味，就是真正味。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湾有一阵电脑游戏的设计师，采用民间电头的文化，佮再配合各地头出名、讲有猛算的咧出入迄款厝，设计出一款游戏。带头的制作人就讲，伊用2年的时间去调查，就是望讲所有的朋友会当一边佚佗，一边了解台湾传统的文化。现在电脑游戏真流行，一般咧耍的游戏主题拢是以国外文化为主。不过最近出现一个以台湾传统民俗文化、各地几啊厝传说所打造的电脑游戏。这就是咱台湾人一个，唔知是习惯还是安怎，会感觉讲国外物件较水，都是想讲，敢是安尼？我因为我看到台湾的。做啲文化啦、元素啊，啥物，是做水做袂人的。我就想讲，我来做看卖。为着要呈现真实感，林家汉实际去几啊厝翕相记录，建筑物的每一个细节材质拢袂当凊彩。年代做重要的。啥物是年代？就是讲，阮看这个水泥啊、砖啊，这是种嘛是各有的物件，但是拢。伫较幼的所在，就是先雕梁画栋。除了实际去几啊厝看景，伫游戏中的主角嘛是真实的故事改编。故事的主角是来自高雄地甲店的一位老将卡。虽然主角已经过身了，不过共团的师兄弟嘛拢是自细汉就做伙跳八家将，一跳就是一世人。大哥，你是几岁开始跳的？我13岁。啊，当初哪为什么来跳这？好奇，兴趣啊，好奇，啊，拢调的。将台湾的庙宇文化利用电脑游戏呈现出来，那互少年人透过无共款的方式，实在咱的本土文化，嘛透过网络将台湾强庙新将这个传统传到全世界。记者杨淑晴、林宏明采访报道。咱来看一年一摆全国啦啦队的锦标赛，参加比赛的阵容按幼儿园、大专学生到社会团体拢有，已经连续15档摕到混合组冠军这个团体的 Monster， 今年又搁继续拼赢，确实有影搞，咱也做伙来看卖。为着要推广全国啦啦队运动风气，提升国内水准，由中华民国台湾竞技啦啦队协会举办的2019年全国啦啦队锦标赛。12月7号、12月8号完成比赛。啦啦队有分成2种，一种是竞技啦啦队，跟一个是舞蹈啦啦队。那舞蹈啦啦队它又区分为嘻哈、爵士，还有一个彩球组3种不同的组别去做竞赛。那技巧组的话，就是有竞技、有抛投、有金字塔、有口号。参加比赛的人，大人囡仔拢有，为幼稚园、高中组、大专组到社会组，拢有真侪团体来报名。我们是希望他是一个学习到从运动里面学习到如何做人格的发展、团队的精神，以及我们一个合作的一个概念。其中 Monster 竞技啦啦队摕到2004年到2018年全国啦啦队锦标赛混合团体的冠军。伊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团员拢利用下班时间来练习。今年又搁摕到第1名。我当然嘛是100%满意啊！我的感觉是，虽然阮头早当喺外口练习的时阵状况毋是讲介好啊，毋过因头早比赛的时阵，伫咧会场面顶表现了是100%的成功。今年是12.8，明年爱17.8。这届比赛有几啊千人来看，各队嘛透过这摆机会互相交流，展现自信、乐观，佮有共同合作的团队精神。记者吴定武、柯宏尧采访报道。咱甲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各地头气温的变化。北部17度到22度，
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8度到24度。台南高雄屏东20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17度到24度。金马平湖15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